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咧，甲艺术学院合作，创作出亲像较早的电动游戏《马里奥》的即个乌金矿等等的线顶游戏。这游戏结合着工学院的知识和学习特色，互大家会当拿耍电动、拿学习，实在是真趣味。然后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技能就是热力学，然后就有一个小简介这样子。游戏的任务必须先爱食着课本，经过学习才有法度顺利过关。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设计这个电动游戏，在程式内底融入上课学到的专业，让大家简单拿算拿学化工的知识。课堂上的话，可能就是会用数学式来表达；那游戏的话，你可能就是比较有趣。我们想让更多学生，就是不管他对那个物理、化学或是二类组的科目有没有兴趣，我们都想让他可以至少了解一下化工系到底在学什么。还有透过眼啊，画出涂鸦底金仔角，回答材料系相关题目，才会使过关。游戏的设计就亲像古早真有名的线顶电动同款。很多科系的名称都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根本不太确定它的就是课程的内容，或是这个科系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一些小游戏，或是比较轻松的问答方式，让大家了解就是整个系大概的课程的架构。清华大学超过30名学生，年初就开始进行讨论，从企划到游戏设计，一步一步总算完成。拢总设计5款游戏，希望大家透过游戏更加明白工学院的特色。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